算了，唔好再个跌咧，嘿，唔好再个求咧，你无分。哎呦，我真唔相信呐！哎呦，改拜。观音娘娘，你妈可怜我啊咧，送给生日的不爱，无爱你啦吼，拜托你来送给田螺子嘛好。好嘞，阿凤茶啊，你讲乜嘅话？乜嘅好讲唔讲？乜系送子观音，送只田螺子俾你。哎呦，罗街，我嘅意思係啲講，希望送子觀音，錢財送嘅生日嘅本愛，就算啦嗬，係田螺鮑魚，阿你媽冇要緊呐。哦，係咁樣哦，係呐，嚟，我求解一拜。經驗啫嘛。嚟，羅街，嘅，求下嚟求。你睇到冇？你就不愛嗬，一個啊，田螺子啊，马盖心眼，讲我叫田螺子，实在小心啊！看我一发！身高哦，我就講咧，也下我啲咧，你身高啊嗬，家下我冇啲想路行，來高火高啦，所以都冇準，也跌到佢數到咧，安心咧，錯，嘅，來再，哦，好，數啦，來再，哎呦，來再，大人啊！唔係求江西來，就是求江西外。記到，既然求田螺子，真是小心我哋啦！我啊，就看你哋用辦丟出田螺子，小心我咧！海登土意。你实在太不应该了！你既然随意答应人间祈求，篡改人间命运，如今人间中各就按你自己希望咯。师傅，你救我啦！我家下只是感觉这对夫妻求供田螺子都好笑。俺的事情我很严重，师傅，请你救我啦！徒儿，你和你同心为民所操生的，你必须要为你的行为负责，就是做给国家夫妻的生意呢，重新修好你的心情了。师傅，我真无爱嘞。我那去投胎，就会离开你的身边。我唔盼得離開師傅你啦。我再講，經過田螺生產，做田螺子。師傅，我無愛，師傅你一定會救我。因果輪迴，這就是一個命運了。好吧，徒兒不用傷心，死裏投胎，乃家有田螺鮑魚出世，田螺好為保護你的人生，不受犯台影響的修行，等待功德圓滿之時，誓言會再回到為師的身邊。真嘅嗎？多謝師傅。徒兒，是以好飯投胎，將田螺獻身，等待世間20年後，
以他生如意，有小色人言，佢为一年蹦出，以我的真面目，让人父母相见，你自己要切记呀。土已经记，只是师傅，我用办去投胎，为是蹦出了你。多谢师傅。风板啊，从细啊，迄现代金童子出世的呢，呀，细细的时节啦，茶来春树，饭来八载，无烦无恼嘅讲义咧，嘅太了后，很犹太一家，更加是天定爱，实做啊就全靠爱，唉，来冲呀哈，太一家看到爱哦。全部就空定吧，唔係投入無限無時間，就係啊愛陪補養者，就係記住阿明顧開捱嘅，無事啊，抽定係學度嘅，日度，老捱嘅家產全部是杜槍槍嘅，呀小事啦，還傳到雅字嘅片去，呀好，我們都欠夠錯。唔是2年呢，時間愛多咧哦，今仔係真緊咯，來當下數緊，我用個啥啊？有咧，數到牙齒數先，講乜解啊？愛講嘅吧？有講哦，我幾日啦，無事好做，愛我過去聽幫忙啊咧，不如啊，我啊。落去老牙子價千萬九錯，也富有財。
春那山，有烟那青罗那，平在路边，我人那人咯，那哎哟哟。见我那该目前该人，你那看那强哦，那哎哟哟。哎呦，凤板，俺叫无见哦。嘿哟，俺叫是好么啊？哎呦，这样都容啊！凤板啊，我呀，听讲啊，伢子怀有神好哦。错我，我总算啊，哎呦，我也生的吧？哈，真嘅有神好哇！刚才啊，知道啊，今年纪也有安泰嘞。哎呦，攞来姜子，哎，恭喜呀！什么嘢哦？我只讲啊，哎，讲的吧，现在许多家有卡去啊。哦，安样嘢，刚才无耽误伢嘅时间，上来了。哎呦，阿妹，哦哟！看那你白月来真强说，此阿弟爱态度来长地苦，行可不偏爱未来度。神那台就样嘅人变出，眉花挑身材来几多啲，攞嘅我闺女就不便宜，难那头佢变性来要爱意呀。伤心来刺激，想不到太态度，今日起来给我呀，哎呦，一来来，哎呀刺激呀，哎呦，让我态度是哈，按干苦的事情。嘛个事情，我就做了不方便，给脸水木嘞哈！哎呀，我就睡得当唔安稳咯。怪在嘞，按多正日我度过嘞，也哈吼差唔多要姜的嘞。哎，奇怪哟，我有啥事嘞？牙老太呢？哈，因为我牙老太多呀哈招无来，咩？几时啲无喊嘛个哟？哎呦，我欠死爱呀！凤茶，啊，凤茶，凤茶，我喊狗病嘞，哈哈！凤茶帮狗病清透，唔係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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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鳳茶，我根本去咯，做件真開心嘅事情，我點解歡喜啦？嚇？你開心嘛？你也開心嗎？三嘛？
有样黑毛。嘿呦嘿呦嘿，错了。哎呦，俺跳的哎呦，呀！莫行莫行，我对对。有样你跳啊！哎呀，狗毛子着！哎呦，你看看态度是哎，你就那个走一路嘛，你那个气哎呦喂！哎呦哎呦，天哪！嘿呀，良心嘛！俺那敢看，我不用都市俺太家，俺辛苦，俺因为今天老辈请谁儿子发讲进来啊？你来我出世，俺认真去打拼，让做嘞照顾我姑娘，照顾我奶子。哎呦，咁暗呢？嘿啦，你误会我啦！我老你讲我，嘿嘿，人哋嘅讲我，讨不用钱，工之后，我根本出门去做门的太生意，赚一笔钱呀，天金50两，我喺每期报交本期，现出嘅200两元，黑暗的哈，拿老表。黑暗的哈。好嘞了老哥啊！食材哈，安尼可以来，你真会哦，你真强哦！哎呦，我要当欢喜啊！哎呦，啊，干什么？听懂没？那个检查。啊哈哈！哎呀哈哈哈哈！呀！妹，今天做马肚皮啊？哎呦！走！阿凤茶，竟然做乜嘅東西？我憋住你，哎呦！乜咁樣憋住？哎，丟你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架山。啊！哎呀，妖怪呀！妖怪呀！妖怪啦！哎呦，阿鳳呀，干嘛解？我叫個妖怪呀！嚇！正經呢？你叫我田螺？啊！天哪，也係真緊，我叫個田螺啦！哎呦，我要外地呀！啊！哎呦！臭美女不得不切，去求個雙子觀音，乜解好講唔講，乜解本意隻田螺子，今日正經本叫我田螺子的啦。就會按你講，觀音食材好限靈現咯，佢隔壁嘅咧阿蘭子求來嘅，佢就要來嘅，而你求田螺。佢就不愛田螺子了。不了。阿鳳呀，今日冇太細聲哦，你睇講到這個田螺子啊，你別往朝天本人知道啊，事情太條，我得去處理佢嘅。錯，冇邊講嗬，嘿將係叫妖怪，我嚟拿做喂。叫妖怪。鬼東西，我得去破開來，看下地板哪個。阿鳳茶，漢先係啲當激烈嘅時間，緊張嘅時間，你無意無事呢個假上手，未望朝天嚇死我啦！第二下，唔免係講佢花呢？不明個問講啊！誒，
天路啊！呼呼呼呼！天罗会讲话讲有什么？唔相信咯，望係望看下啦。好好好，你们。天咯，家係咩？你啲講法嚇？嘿啊，阿妹，哎呦，真嘅你啲講法呢？阿妹啊，我係日嘅來嘅，我啲日嘅杜仲按叫咧，我兩晚總算出來咧。阿爸，你放心，我正經係你哋嘅來嘅。應該來嘅，應該來嘅。唔過阿明那個，你啊，你個人呢，跳來個姿勢，即撞超係咪個？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本來也係一個人，係宋子觀音家前嘅看路同志，係你哋去老宋子娘娘求子，因為啊，我藝術嘅學校將高變成了身高，唉，所以師父愛我下凡修行成仙，你哋係聽我修行嘅人間菩薩。我希望你哋做得人啦，下來啦。哈！原來你神仙來投胎嘅哦。錯啊！你看以前son人嘅老婦，披顯天上天，舒服起來偏富呀；劉基婆披個人樣樣舒起來，變為金瓶劉基。還有哦。還有乜㗎？好嘅啦，啲嘢，你啲嘢啦。好咧，唔好再我講咧。嗌啲講，你就好咧，算咧啦嚇！你話你嗌你天咯，嗌個拉就到天咯。明兒真嘅係人氣嘛？阿妹啊，我真嘅係日嘅來嘅，披天落河，保定嘅來嘅。師傅講，等我考驗通過，就做得變回人形。只是唔知未必考驗結究。好嘅啦，今日就暫時相信你哈。阿姊啊，記錯。哦，阿姊講嘅吧？阿姊，你講嘅吧？跟阿我一聲呢？本來要在阿 Q 教一下，看一下。